我跟妮妮好了。张九郎，你他妈再说一遍！志恒，你干嘛留一鸣？有事没冲我来？宁儿，好兄弟。一鸣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妮儿出什么事儿了？不是，那孟叔，也不是。什么话非在门口说呀？走进去说。怎么样？我真有话要跟你说。让我来说，你先回去。我们的事我不想逃避，我想当面跟他说清楚。哎，等一下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严重？一鸣，我跟你们两个说啊，你们这眉来眼去的，我这小心脏可受不了啊。行，他不说，兄弟，你说。对不起，我跟妮妮好了。我刚刚没听清楚，你再说一遍。一鸣，我跟妮妮好了。张九郎，你他妈再说一遍！志恒，你干嘛留一鸣？有事没冲我来？人潮再多疑，谁受过太多？谁想的故事结果，却走散了你我。曾经清楚着爱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这是真的？是真的。将蜡烛吹呀吹，烛光也流了泪，怀念太奢侈，却羡慕你我年少无知。谁看得到的结果，却回不到承诺。也许就这样爱过。东海，你留下来陪他一下吧。你留下更好吧？他现在不想看到我。我还不想看见他呢。
不想看见你。凤妮就是我刘一鸣最大的梦想。我想好了，不回北京了。我宁可分手都不会同意你这么做的。以后我不管你再生气，都不准拿分手2个字开玩笑。陈娜，对，是我，帮我订间酒店，1周，我自己住，没事，你照做就好了。早上好，阿姨。哎，小关，哎，早饭我都做好了，把一鸣叫起来了，一块儿吃啊。那个，昨天晚上我们玩的有点晚，让他多睡会儿。哎，昨天晚上你们半夜3更回来，是不是喝多了？没喝多，就是有点累。阿姨，让他多睡会儿啊。哎，对，我跟你说呀，我一定让他多睡，他想睡到什么时候睡到什么时候。啊！哎，我去把行李拿回来。你吃点早饭呢。那个，阿姨，我不吃了啊。你说这孩子真是的。爸，起来了。妮妮啊，爸，你认得我了？傻女儿，你是我女儿，我怎么会不认得你呢？爸，你终于认得我了。怎么了，闺女？哎呀，是不是爸又吓着你了啊？不是，我高兴。奇怪了，这头啊，成天都是头昏脑胀的，这。那要不我陪你起来走走？慢点。哎呦，不行，那快坐下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天旋地转的，我真的是躺太久了。那我帮你揉揉，哎呀，这样有没有好一点？哎，妮妮，你不是要去北京的吗？哦，我不去北京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跟一鸣分手了。为什么？
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耽误他，想让他去追求自己的梦想。小花，谁都想要追求梦想，我也想。史丹佛大学的建筑系，我想了一辈子了。你们做领导的，为什么要阻拦我去追求我的梦想呢？就不能有同理心吗？你也有儿女啊，你也有家庭啊。我们家的妮妮还那么小，你为什么要带我去那么远的地方？你说。告诉我，为什么？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？我可以离开这里，我可以永远消失在你和张志恒的视线里，但是我不想做个傻子。告诉我为什么？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不爱你了。你看着我，再说一遍。事实就是这样。对不起，一鸣。我不相信你，我不相信你会背叛我，我不相信我们4年的感情比不上你和张娟的4个月。这4年来，陪在我身边跟我朝夕相处的人不是你，是张志恒。分手的歌，许下过的承诺，懂得迁就我，人潮再多疑，携手过太多，谁想等故事结果，却走散了你我，曾经清楚着爱过。你从哪里开始，就从哪里结束。